5月天为2日起，咧桃园国际野球场开演唱会，要唱到2020年1月初4。对面拄好有这栋大楼，行起吵到大家。主唱阿信捌甲祝福会室咧讲歹势，讲若是要遮做客家，免买演唱会门票，就会当看表演。大楼警卫嘛讲，内底祝福无人伫咧骂，颠倒真欢喜讲赚到，因为开窗仔门免买票，就会当看会到。把疼爱都给你，把成功都给我，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。阿信甲萧敬腾做伙唱歌，互歌迷看甲叽叽叫，声音大甲互桃园国际野球场强要变过。看着你难过。为12月2日开始，天团5月天的演唱会会伫遮少年线办11场，一直到2020年，因为是开放的空间，若会互歌迷好康的，嘛无袂记爱照顾住附近的人的感受。有资深的歌迷甲媒体分享讲，24号第3场的演唱会，阿信用手机附近的一栋大楼，对遐的人讲，真实的甲恁吵着，佮滚耍笑讲，大家若甲这栋厝买落来，就免佮买演唱会门票啊，但年拢会当听11场，毋过可能听到第3场就先啦。想要甲阿信一句 sorry， 甲滚耍笑的话，意外互这栋大楼变甲足红的。住户有反映说会吵吗？以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这边还没有听到，刚好面向棒球场那边。对他们都在自己家看。原来大楼就伫野球场的边啊，为装备啊向外口看，拄啊会当看到新边的舞台区，含彩排音乐嘛会当听甲真清楚，就袂输演唱会第一排同款。不过若是比赛活动伤济，敢会互福利变作烦恼。警卫讲免惊，因为隔音足好的，目前拢无人咧宣，颠倒阁会甲窗仔拍开，甲外口的人做伙闹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